来看台东县又有保育类的台湾乌熊去踏入山猪条，这届是钓伫卑南乡的东兴村，昨公所的巡护员发现着通报林保署的台东分署，出动30外人去抢救，也毋过嘛是救无回来。应该是因为天气上过热，佮钓了上过久咯。后续会解剖来进一步了解死因。 1早起，林保署台东分署各派10多名工作人员去卑南乡东兴村山区进行搜索，看敢也有其他乌熊的踪迹。佮驾驶监视器，因为在这山区的产业道路边部，乡公所的生态栖地巡护员发现一只80公斤成年母的乌熊，护署啊套掉的，透过台湾乌熊通报平台通报救援，不过后来可能是受困受苦不幸死亡。那分署呢及会同野湾野生动物保育协会。 前往现场救援，但是因为黑熊疑似热衰竭，失去了生命迹象。这只母的乌熊已经后送农业部兽医研究所进行解剖了解死因。也毋过当地罗凯索部落族人讲，过去山区都有乌熊出现的传闻，即马确定有乌熊。过吉里社区伫山距离只有2-3公里，实在互人烦恼。乌熊一无细里就会走入来社区。离村子很近吗？离村子。 也不算说很远啦，也不算说很近，所以你们会担心了吼。对。现在最近也很频繁的发现黑熊的踪迹。那其实部落最近会做一个宣导。 林保署台东分署表示，最近几年乌熊愈来愈挖近平地部落，也更加向台东县南边出入，爱更加强山区社区的巡守区管，佮移除不明来源的垃区，也佮一次呼吁民众发现受困的台湾乌熊，爱勇勇通报，提悬救援成功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